Hello 紅館，Hello 紅館，歡迎嚟到呢個開場真係肉酸。歡迎嚟到今次我第2個個人演唱會 E 等於 MC²。本身呢度咧唔係一個 top 位嚟嘅，但係我發現跳完3隻舞實在有啲攰，所以專登喺度揼下波鐘，順便可以近距離地同大家接觸一下。你哋好嗎？撐呢嘅朋友，咁啊，不知不覺，今日已經係我第5場，亦係我最後1場嘅演唱會啦。咁首先要喺度多謝你哋在座嘅每一位富二代，在座嘅每一位聽眾，在座嘅每一位普通香港市民，多謝你哋先至令到我可以搞到第2個自己嘅紅館演唱會。多謝你哋支持，多謝你聽我嘅歌。當初由街頭 busking 慢慢一步一步上到嚟紅館，真係唔容易。回想翻起第一次咧，哇！我好緊張，我真係好驚。當時我啱啱出道2年左右，要做4面台，要跳舞，未有完整嘅歌單。去到今日，我相信我成長咗唔少嘅。咁所以嚟到今日，亦係最後1場，我終於唔需要再留力啦。咁所以喺我竭盡全力唱歌俾大家聽嘅時候，我希望大家亦唔好吝嗇你嘅掌聲，唔好吝嗇你嘅尖叫聲。我哋一齊做咗一個好 enjoy 嘅晚上，要毫無保留。呢個時候飲啖水先。冇咁快嘅，同埋我毫無保留唔係指着緊嘅一件衫嘅，指第2陣意思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做得4面台咧，我都好希望可以照顧到每一個角度嘅觀眾。咁我哋首先就嚟呢一個角落頭。Hello。咁啊，劇透下少少啦。其實原本咧呢隻雀咧，我當初嘅 idea 係繞場一周㗎，真係㗎。咁但係即係最後奈何即係好多各樣嘅問題啦。咁所以佢淨係可以咁樣嘅啫。咁啊，係啦。Hello。幫我傳下先。好，呢個時候送上